有關 Honda Rebel 1001車款介紹同埋車身細節，可以睇返 iBike 上一次嘅介紹。請 click 相關連結觀看。呢條片主力講駕駛感受。今次好開心，可以同場比較 Honda Rebel 1001棍波 MT 版同埋 DCT 版駕駛嘅表現。棍波版操作好正常，離合器又唔重，摩擦點又易穩。習慣 MT 嘅車友一定會揀返 MT 版。至於 DCT 版雙離合器波箱，只要係用緊 DCT 嘅車友，自然便會選擇返 DCT， 因為放空左手左腳，極適合懶人使用。再加上 DCT 最新改良，令到波段接合更柔順，加速更綿密，日常使用絕對舒服過 MT 版。整體駕駛感覺非常 OK。Rebel 1001最大嘅優點係好容易騎，車身又細，座位又低，即使係中等身材，都可以冇壓力咁享受到排氣量超過1000cc 嘅大機器。慢速轉向嘅時候，唐太唔會有向內收嘅壓力，操控好中性，慢車轉向好容易。仲有一樣令人感到意外，頭 brake 好好收，反應一流。喺整個試騎過程中冇用過尾 brake， 操控特性完全唔似尾巡。第二個優點，當然本田一貫嘅造車工藝啦。儀表板易讀，轉動力模式又容易，引擎運作寧靜，震動輕微，冇令人煩厭嘅高頻諧震。原裝喉聲雖然寧靜，但係低音都算飽滿。不論係棍波或者係 DCT 雙離合器波箱，感覺到機械效率非常高，每一啖油都係化作向前動力。機械阻力非常細。Rebel 1001第三個優點係結合街車嘅靈活性同埋美式巡航車嘅外形，令到 Rebel 1001可以適應好多不同場景。鬧市塞車好輕鬆 ，DCT 波箱一波慢慢行都唔會跑馬仔。轉 Sport Mode 胎油加速馬上有聲有畫。第四個最重要嘅優點係售價，只需10萬出頭便可擁有一線名牌全新重型機車。再睇下其他雙缸跑羊買咩價？擁有美巡風格嘅 Honda Rebel 1001，平到令人難以抗拒。
其實而家一街都係外送綿羊仔，唔係開工嘅話，真係唔想騎綿羊仔咯。講完優點，講下有咩可以改善之處。如果係高佬嘅話，首先要改腳踏位置，向前移，令雙腿可以更加伸展。腳長自然腰都唔會短，為咗對抗風壓，加高個風擋會令到高速時舒服啲。至於過彎時容易刮到腳踏，其實尾巡係咁噶啦，下下都要出力劈，應該揾個其他車款。即使冇興趣買 Honda Rebel 1100嘅車友，可能都會想知佢同其他車嘅比較。例如 Honda Rebel 1100嘅引擎源自 CRF 1100，兩者有冇比較性呢？有冇可替代或者互換嘅可能呢？ Honda Rebel 1100 DCT 同埋同門 ADV750 DCT 兩者該如何選擇？以上問題我哋留返係 iBike 網頁版內探討，請 click 相關連結觀看。